故生死随形。人则有其性灵，本含不变之体，苟处于物之变，而重其性灵，顺天地之气，而存其神，知气数之化，而治其成，则性命固而神气永保，虽在变化中，而不随其变化，超乎物而与天地共存，则真人以上，不为气所贼，是则得道之士，足与言义之教矣。盖圣人作义，为秉人之变而不可久，化而不复归，生而懵懵，死而渺渺，不知所来，不知所往，立乎气而不测于顺逆，昧乎数而无责于吉凶，虽秉天地之中，而不能保，虽具性灵之真，而不克全，虽与物同变化，而神形俱尽，实违背夫生生之责，反乎天地之道，故乃谓义以告思明，指其去来，明其祸福，象其气数，视其所依否，而使有所循，更谆谆以言，恳恳其辞，劝其善而戒其恶，导之存神，以至于成名，照之仁义，使尽其性。故其文曰：干道变化，各正性命。又曰：君子终日干干细剔，若立无咎，无非教民知天而立命，修己而合道耳。其事相，必明指天道如何，人道如何，何者吉，何者凶，何者可为，何者宜从，非徒述其修旧义也。故义者圣人教民之作也，其以成人之德，谓至诚之行。中庸所谓为天地，育万物者也。夫诚则明，前知之道，必在至诚，义知之来，故重在诚之一字。其义致用者，其细谓思语。灵义真人讲述，义者，圣人之所以明天道者也。其书传自上古，其文传于后人，非一时之作，故文与象皆谓明义也。义在象先，文在象后。上古圣人览天文，察地理，观物机，知人事，而后拟之以卦，卦以爻成，爻以化成，无化则爻不明，故化有长短，无爻则卦不利，故爻有阴阳，而谓爻谓卦，皆所以象义也。故谓之象，象有未达，恐人臆测，乃复以言，言以明象，象以明义。故卦爻文辞皆谓义用。义者，圣人以天地之大，品物之术，有生有化，有成有变，有其体，有其用，
有其行之，有其神之，有其动静来去之机，有其升降上下之道，皆因于气，成于数，而有象可拟，有力可推，故以化作爻，以爻合卦，而视其意。谓以圣人之心意揣天地万物而谓之象也。故曰意，由度量也。天下万物不可度量，而度量之，斯意也。因意有所拟，而非物质所拟，故通之以明意。意不尽象，象则无不出于意，故象可无，而意不可不知。吾有言曰：得意忘象，得象忘言，此与后人多异焉，以谓达无之意也。盖言以明象，象既明矣，言将悉用，象以明意，意既明矣，象又悉中。此欲人之探其本也，非谓象不足重，言不足存。后人不求其所以忘，而虑忘之，是不知无语矣。无语重在一的字，苟的乃可忘，亦非可忘，自然忘之。盖的象矣，象外之言，宁可昧耶？得意矣。意外之象，宁可取耶？舍意取象，舍象昧言，是忘本也。忘本逐末，恶以见义，故本得而末自失。今本不得而趋于末，故不可。若本末得，更弃其末，又奚可哉？士之不学，其有断章取义如此者哉？当秦火之余，汉时诸生，以其藏书出谓国士，经历于官，师传于业，分门别派，议论殊多，而意未尤甚。故谈文字者有之，论象数者有之，谓称图言者有之，谓卜筮数者有之。流言既繁，是非莫定。故师孟之说，书于今废之言，训诂之家，一夫战燕之学，至后汉魏晋而更烈矣。是之士子，读经则图求注释，观象则为记爻辞，尽于句斗之间，便于文章之末。初不问意所由作，卦所由成，茫然上古之成规，昧乎圣人之作意，史书同故纸。今若据闻，意之精义，不得复传。卦爻之神用，不可复识。略明其故者，莫不谓之心叹也。必6岁受精，童年习义，自闻黄老之道，何正闻孔之辞，身为义道之宏。今言圣人之意，乃略窥其堂奥，不敢徘徊于门墙，颇愿揭其精华，不欲自喻于糟粕。思伐书比见，
作为之言。说诸文辞，则众求其利；考诸图像，则众得其用。因为看本之论，实有妄象之言。夫相可望，而不可忘；言可忘，亦不可忘。斯语也。盖以其深入之心，为上知之事而发耳。其为初学者所轻乎哉？义道难习，圣人之心难见。此故人所共之闻者，而曰不求于言与象，足以尽于义。
Taking Hawaii.
쌤 근데 아, 다른 뭐 어떻게 되고 걔한테 관계 không phải là giao lần nó phiên gọn nhiều